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摩下嘅中间嘅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晡日要同大家报道嘅，就係講客家西安白話語文文法研究第14課客語文嘅一個語句型態同一個錯句造句一個文法課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做個參考，安尼哈，一個提供本有關於研究同寫作，以及有興趣客家白話語同文嘅鄉親啊，共同來研究、來參考、來做一個練習，安尼哈。大家都會記得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以及行業啊。各有不同嘅語音、語言、文史、文意以及歌曲詞嘅方面啊，也有所不同。所以希望研究客家語言嘅方面呢，要有語言，要有聲母、聲母，加上韻母，加上聲調啊，也就係講聲韻調三項。同時文史方面呢，要注意到文嘅音發音、文意嘅意思、文嘅用來寫，以及外來語也係研發嘅一般咧俗語啊，等等多種嘅元素，包括在地位。所以研究客家語同文，我有發圖、尋圖、正確圖等三圖啊。同時要兼顧到古時代嘅用法同野客嘅用法，以及華語同英文嘅用語文化方面啊，都要考慮在內。仲有發圖研究學寫通順流利安尼哈。同時客家語音嘅組合，就連音字嘅組合，一般語言嘅組合，同一個注意嘛。希望教學嘅先生小弟大家吧，對呢方面嚟加強嚟了解，安尼哈。老師用語一個語音能夠分明脱了好聽，同時輔助我哋客家社會嘅一個客家嘅語言，同時堅強中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聽嚟做個參考。主嘅方面呢，也多看多了解，本文多透嘅記編呢，就會變成就會促成我哋對客家語、客家文嘅用法係用嘅，安尼哈。所以客家語、客家文自然語言就會通順流利。同時在上面大家都會非常嘅從事用嘅咧。傳承承接客家優美嘅語言同語音，安尼哈。一個呢也非常嘅感謝一個台灣客家電子報以及國報啊，都會嚟加強同我哋嘅宣傳，安尼哈。一個今晡日嘅標題嘅圖像呢，就是實施美濃到高速嘅交通，當初啊是技術通。坐流浪一個河洛話吼，流浪，這個坐福通坐牌嘅一個一下呢已經有高美大橋嚟做一個交通來往嘅所在啦。同時今晡日提供本大家嚟做個參考嘅就桃花歌圖由李平文先生同羅燕燕小姐呢所創嘅對唱嘅歌曲啊，一個歌圖是過河壩嘅意思啊。唔係超過漢圖。第二呢，這個有理有奈何，由彭玉文小姐所創嘅非常好聽啊。第三個呢，就是一生情，由一個涂依林小姐以及一個薛能莊先生共同來對唱嘅一個一生情一條歌嘅，佢可以講得講啊，客家非常重視嘅家風文史型，安尼哈。呢三條歌呢，佢不管是內容、歌詞、唱法方面呢，神通活潑，
一个实验语言也会非常的准确。然后我希望教育部以及学委会呢，对客家实验强嘅联言啊，声母只有 R、A、O 嘅韵母呢，就用 R 嚟講身上有巴拉雅瑪那亞加巴，A 音呢有維勒耶咩呢嘅貝同大音，O 呢有沃羅有摩諾個波嘅音，所以連音ที่上到ที่上啊，會共有9個聲母，共同用嘅9個聲啊，9個聲母，4個聲調，3個韻母 R、A、O， 一個客家連音詞非常嘅特殊，同一般嘅語言有一個聲母聲母啊，有 R、E、U 嘅哦，也就會講 A、E、I、O、U 啦。也加挖方嘅來有100空8音，就是客家嘅語言。但是當前呢，ที่上嘅 A 音嘅詞啊，都係用嗰個單腳嘅哦，單腳嘅是大陸嘅簡體詞哦。兒童文也係只有用本音，嗰度用本音嘅嚇，冇用語音。語音就會講啊，有聲母、有韻母、有聲調啊，同時一個連音詞地度裡呢，文是不符文法同詩語嘅用法無，因為連音詞已經有9音，但是冇辦法是有9音嘅，所以in當前讀到連音嘅時間呢，一個60、70歲以上嘅講得非常嘅標準，但是以下嘅呢，對連音詞冇了解安那嗬，所以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客家嘅歌聲嘅音色方面呢，非常嘅冇一個客家嘅面試以上呢，希望大家感謝你。以上宣傳廣告宣傳啦，一共用7分鐘10秒嚇。因為寫嘅人員呢，就係問各位鄉親對書記也好，天龍話也好，也愛看下愛樣嘅內容啊。一個我談提到團嘅呢，一些呢一般就會提得呢嚇。好咧，我哋一下嚟講一個客家實驗包括語文嘅文化嘅研究，第14課客家語文嘅基型嘅形態同初期嘅文化吧，以書以語對照慢慢呢託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嚇，一點。第二個同大家所講嘅，一般嘅連接句嘅，一般的連接語句，一般嘅連接嘅語句啊，所以個文章地度裡關乎嘅呢是高數強嚇。有道句嘅前後都有互相嘅關聯性嘅性質存在，也有可能前句嘅動作行為影響到後句嘅一個結果，促成呢一個語言嘅形態，經常講啊，第一條漢詩有用嘅大家記得漢詩有用嘅一個意思呢，就個行動速度每位中嘅情況限制之下，有答愛加再加行動，已經冇能力咧文法漢詩後邊是接，經常講 A 動詞，由於後邊嘅呢動作一致嘅相當，相當好，我哋嚟講初句第3 A 漢詩以初暗部，歸暗部為多並野水無水木，掠下有愛文意去做事一個 O 音特點是所以後邊是個要，我再讀一遍，漢詩以初暗部歸暗部為多並野水無水木，掠下有愛文意去做事第二個呢，漢詩伊都係一級平民，掠下有愛文意通出
平多的钱咯，平多的钱，平多的钱咯，一个第三个呢，汉诗，汉诗伊头前都有你出来，你下有爱往伊在张力咯，一个就是讲啊，汉诗有用我哋这个造句考试以后呢，相信我不是考一个，第二个呢，紧，客家话都俺哋客家话同华语冇相同一个唔系改革嘅意思啦，紧，而呢紧有三音，一个有三个音冇，紧同进同音嘅三音，紧一个有三音嘅，再读一遍，一个是进，基因进，这进个尽量嘅进，高音进哦，嗰个基因进，嗰个 in 音安尼书词前面嘅词样相后词有好，以编查或者不同动词，表示同时运作进行嘅意思。紧都等于唔系夹嘅意思这个造句初期嘅时间啦，这个紧也唔系佢夹嘅意思一个文法，紧加动词，再加上紧，后尾是形容词，冇出动词安尼。好，我哋来看初期。A 一个给什么嘅紧太紧张紧太紧张第二呢，使用不佳，紧做杀了紧了，使用唔冇紧做杀紧了个杀呢就是点多嘅意思，反而意料唔到嘅意思第三是紧行紧叫一路过紧行紧叫一路过也都紧前后同时冇关联，但系两件独立嘅时间同时来进行安尼一个就是讲紧再嚟看第三一百普通是讲一南咪一个有一英一是南部音，一是北部音，本句上句相同，但冇不同动词，表示同时运作进行嘅两件独立事件同时进行嘅语句一个语句一文法紧个加上 A 动词，个紧比较词嘅形容词和 A 动词安尼初期讲嘅呢一本大家嚟做个参考A 伊嘅料理动物紧食紧好食咯唔会内在第二呢 B 呢个声音呢一太一的影响第四呢个老人家一马一拳第四个呢我哋再嚟看不但有答案嘅一个都等于国语嘅华语嘅不但而且嘅意思啦，不但有答英语一个意思两者同时进行，也同时加重后动词嘅层次个严重有个严重。啲嘅文法嚟讲紧一个紧加 A 动词，紧加上 B 动词一个头个讲过都来看初期，伊唔单止不单的意思，唔单止就不单为特殊有答为从国位从国位伊唔单止为特殊，有答为从国位第二两种药嘅唔单止骨干
一个保护肝疮啊，那个肝脏，有达固胃哦，有达为固胃安尼哈。其实呢，果蔬的甜度唔单止养相好看哦，养相外貌养相好看，食起来有达好食，有达好食，果蔬应该好食安尼哈。好，再看第五个见啊，看见的见啊，见，别普向就讲见啊，过眼见，南部讲过眼见啊，语那个意思，每次但咧进行。伊个结果确定系同样的好同坏，吼见吼，别普是讲见安尼吼。文法见加上 A 动词，见听伊的见，个形容词或者动词安尼。后来跟初级，经营食材水小，买贵股票减买减了。哦，就是结果哈，经营食材水小，运气个坏，买股票减买减了哦，第二，价值后尾啊，故事讲价值后尾无酒量哦，有价好食，减食减盘啊，盘就是相反的反啊哈。反位也叫做盘的结构的意思。其实经营的屁股有个min 摸音min min 摸音 min 多特前的时间我摸个音，在后背时间呢做这个没音啊。经营的屁股有个min，见财天山见大黑手，个结果迄个全部讲。后背个只讲结果是一样的，安尼哈。好，那个俺们再来看一个提前讲到手位啊，讲到手位，一个手一个意思呢有三个音，手听个呢撸冇得吐安尼，手撸吐有三个音。讲到手用的手位啊，以本具有促进双情呢前因后果的关系记文法讲到和 A 动词和形容词，手位变成个形容词和动词安尼。再看初级，举个例子，A 讲到夜巴。伊手尾留木子，哦，讲到伊个阿爸，伊手尾留木子，哦，也就个一个讲到手土尾怎样个安尼吼。第二，经营食材好度有好度，一讲到度手尾琵琶劈脚，去报道，哦，手尾样个，哦，一个就讲到手尾一个。句型一个考试时间会考我讲个提示经营当地人闹，讲到伊大家就会自助餐吼。后来第二个呢，一般嘅独立嘅语句，一个客家语文嘅运用方式，详细研究起来啊。同英文的语法句型不同，客语词言使用之下，又像英文的语法同文法的顺差。像前一段所讲，一般连接语句啊，前后关联的规则是中人习惯的。常态语法常讲的语法，再以一般独立的语句呢来探讨如何将个到词汇与适当的个涉入句型以前必定要了解词汇的含义，能有
办法，促成良质优美嘅记忆。一点呢，可参考本以前所讲嘅常用嘅客家语翻译成一个国语、华语翻译成一个客语嘅词汇嘅地图里呢，可以做参考。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呢提供日常生活各常见谈到嘅词汇啊，提供本各位同学自家来练习语句嘅制作。将来中国嘅认证考试也相信会有除了作文以外啊，一简化用来初级造句来考大家，安尼吼。好，我提供几个本大家参考。中秋，如果是蛮考试读书无，中秋考到太好嘅啊，也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中秋啊，第一。送爽，一个送爽同一个我哋客家嘅用词啊，非常嘅好。肉體嘅好啊，就按到輕鬆；心情嘅好啊，就爽快啊，輕鬆又爽快啊，鬆爽哦，輕鬆爽。第三，那係假數詞，那係用嘅啊。一个那係用嘅假设的语气是的意思啊，含在形是啥都合起来啊，告诉讲合起来啊，合起来就是含在形，同一个感错形呢意思又相同啊，一个大家都攞得到，因为含在做乜嘅菜都做得，感错呢。攞乜嘅藥嘅也做得啊！這個第五，頂上就經常、時常上頭嘅意思啊！頂上，我以頂上上課時間我都冇所有啊！頂上啊！第六，吐司自顧自己吃啊！請吐司請自家食。第七，炸絲啊，我所講炸絲就。為騙去做吼，就騙人家去做了詐屍，故意嘅詐屍，也詐唔到哦。另外，第八，謀生，難道嗎？一個佢會出了哈，謀生，一個謀生，難道謀生也唔知呐？按你講吼，難道他不知道嗎？第九，嘅鳥價格。亂七八糟的意思，鳥價格造句也可以哦。個價格又有另外一種語，鳥價格啊，鳥價格。一個塑膠的膠價，一個用河洛音轉過來嘅鳥價格啊。用高也有冇相同啊？嘅用高用一個濃味濃嘅濃啊，有讀濃，有讀鳥，安尼哈。第十，勞動就意味的意思啊。勞動伊係少人個有錢咯，勞動伊個有錢啊。孤寂是孤單不多，孤單不多。12，唔當就是不如的意思啊，唔當從那裡了個樣，好唔當。第13，罕得很少有，當少有啊，罕得，罕就稀罕的罕，得到的得啊，當少有，窮快一點啦，馬上時間會給幾個講個本參考，一個時間都會火炒喺度喲，窮快來去喲，窮快啊，因為我暢快啊。第15，順沙就順便的意思啊，順便的意思。第16，聽聽呢啊，告訴一個聽聽你啊，慢慢的意思。一個呢，一個白虎向一個客位費啊，用在字是不大妥當啊，因為在字前面是加名詞，冇做動詞。
一个地呢是副词，前面是形容词跟动词。一个纷纷呢同纷纷呢，因为呢，我研究的结果本大家都参考，也是可能是汇率音、查量音嘛，所以南部的是天天呢，北部乡亲所讲的天天呢，他用在字用法係冇乜跌當冇乜跌當。連音詩一個強有思想喺度呢，同一個通常嘅語言，客家語西安連音詩西安嘅第一省，就係等於北部一個匯率嘅第三省，一個查量省。第七攀得，攀得都爱得舍不得的意思，攀得第18，颠倒反而的意思倒呢倒那个颠倒倒转来的倒这个倒下去，颠倒的倒颠倒反而的意思。第12，初夏就当初第一次的意思。20，停就是跟紧水我停落去那了好么停也叫做动词。21，唔睡觉，不用多久。第22，轮班轮班呢讲求你班的意思，轮班一个轮班作业一个就将近1个月。一个月就一个月10个月就1个月半一个轮班过班一个都好安那个这三个意思冇乜相同。一个23过天窗又讲过天板比较对的意思24一礼拜就一口气一礼拜我说3碗饭的态度啦，没人啦25夹快的意思，又讲殺北部鄉親講殺夾個一夾快也造句也時常會用點咩也記法同頭都所講嘅一個啲用啲聲北部鄉親點咩嘅匯率語又差唔多匯率語就點咩好點咩好點咩就是無緣無故的意思無緣無故的意思。個27皮這個就皮稱又講到北稱，北呢也就是比較的比同北稱非主角或者配角的意思一個北稱睇你去做意思。第28熱心聯絡的熱心高興的興，當有興趣的意思當有興趣。29樣愛堅持要的意思，樣是指物體樣是沒物體嘅字義等等各方面樣物體的方面呢講樣30殺忙就是努力的意思。第31這個面多就回想到面多個面多會不會加形容詞？面多加名詞生氣就有氣味的意思生氣個有興趣一個第30或者就是也許也係一個也係是那個譯注的譯又可以用按也係大切草就是冇事做一個就講大切草行來行去冇事做。各位鄉親頭都講到呀有29分28秒後來講一個圖基本一個標題是一個長順左排氣足通一個圖呢特別熟悉的本大家看所流浪
流浪，一个浏览，一个河洛话，改的转嘅哈，潮流浪啊，一个潮福通，福通呢就是人打过嘅啊哈，头边呢就冇傻鸟哦，长福通啊，一个潮流浪啊，流浪就是一个东西，个中国诶，一个头发过土的过土啊，是过河的意思，过河吧。过土另外一个过土呢，个一道温土的土啊，个是含超过限度，一点呢，请大家多多了解了哈。客家白话语文嘅连音是有点同个英文的看得头也连状一点啊，就不同哦。所以客家白话语文的文法地图里一共有16课，今日讲嘅係14課嚇，14課，希望各位鄉親呢掃描來看嚇，也非常嘅感謝台南大學嘅博士生啊，嘅劉文歡先生重新漸都拿到博士喎了嚇，伊按3萬，第把在 Google 地圖里那個 YouTube 地圖里，按屏東直播、天直播也點文哈，所以也請多鄉親共同的做宣傳啊。大下嘅客家商業用語繪法呢，亦共有相同16課啊。一個台南大學嘅李文芬博士生啊，一個鄉親亦就點下嚟 YouTube 也點嘛去就可以睇到也16課文一樣嘅。同時亦係幾十萬將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啊，前像嘅文章篇嘅一個將錯位晒也會去學等100篇啊嚇，100篇文章，也係寫嘅研究50年嘅篇章著作同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最後呢，一個客家詩人連音詩上模音母文詩嘅用法吧。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嚟了解咧嚇。音呢，也個頭多所同大家報告過嘅嚇，一個連音詩，一個上模只有 R、A、O 3音嘅，R 有哇啦呀嘛那呀嘎巴同單音詩，R 音 ，A 呢有喂咧耶咩呢嘅別嘅音啊，古書強呢就變成 V 哩 E 咪哩 G B 嘅音啊。O 呢 ，R 同 O 呢，這個全部相同，語言法全部相同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也個多多來做個參考啊嚇。同時也個特別客家詩人強連音嘅語音同文詩嘅用法 ，A 音嘅用實體詞，嚇。用義工冇做開呢，就實體詞；義工談嘅呢，戲詞啊嚇。所以講啊，體上嘅 R、A、O 嘅3音嘛，人用法不一樣嘅，希望各位鄉親大家，這個就體上嘅我得嘅副詞頭前一講嘛咯，形容詞或者動詞，一個地呢同了嘅嘆號是體上嘅，頭前嘅形容詞嘅動詞，一個後尾嘅一個頓號同句號啊。前面是接別嘅，仲係實嚟和講嘅，體系上呢，得看得得一個在字呢，就那個咪咪嘅，一個都動詞嗰種咪咪嘅，一個種阿貴嘅、三後嘅等等，上面所用嘅一個兩個，我得介紹嘅第二一個呢，文法用詞呢是加用詞。3個語言地圖裡常用，用連音，3個一定要用連音，唔可以用了是冇連音嘅。以上呢，我就簡單都報道一個，非常嘅感謝各位鄉親，神夢兒感謝你，再見。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